伫台南台86线规阵段这河南下骹出现排水涵管破去的情形，久来这拖把就互这涵管的水冲加搭一空，地方市正烦恼讲会造成安全疑虑。公路局的这个新化工务段表示，进前有升起贴沙包，以及这道路结构稳定性，日后会赶紧进行工程。本日上下班时间就是假期，台86线往林地台南市区车辆总是真多，其中伫东西向快速道路规定段的路径，所有民众反映遐凹一个不遮大坑，边仔钢筋佮拢看现现。附近的住户讲，伫过年之前早就发现，不过对迄阵到呾油源也未修补，民众烦恼灯火连夜要到啊，惊车辆来来去去发生危险。遐是交通要道，拢定定经过安尼，无处理用路人会足危险的啊，开车嘛足危险，所以麻烦相关单位管重视一下。掏空的部分差不多3公尺至5公尺这个范围，目前甲看是。又用沙包甲垫开，毋过迄是无够坚固的。会发生安尼，主要因为下面排水涵管有破去，过来厝边顶的拖把去互涵管的水冲走去，地输地基才会凹坑。公路局分嘉南区永和工程分局新化公务段回应，为了避免灾情扩大，因有赶紧来现场贴沙地啊，维持道路结构的稳定性，嘛强调会赶紧来进行抢修的工程。主线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，是护栏下面这个部分而已，它本身。下面还有它的那个桥梁的异墙，它还有把主线的那个路基给它挡住了哈。按上当协和啊，从那个设计到发包有一定的程序的时间啊，尽量还在汛期就把它完成。新华公务段表示，相关的修复作业已经紧急的处理啊。虽然现场挖进地基凹坑的路径，有用三角锥先围起来，不过也是提醒用路人若经过爱特别注意安全。记者李新台南采访报道。